凤华姐，凤华姐，什么情况？所有信息都对不上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多长时间了4个小时，难啃的骨头，要不然也不能让您过来。我今天有的是时间跟您好啊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您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进来的都说自己说的是实话，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既然这么想知道，我就给你好好讲讲。这个故事啊，很离奇。大卫，哎，大卫，啊，哎，你这鸡，好，联谊舞会别迟到啊！行啊，好，走的时候记死啊！好嘞。好了吗？别急啊，马上。来喽，趁热吃啊！我天，就等这一口了。哎呦我天，你吃饭都放脚这毛病啥时候能改改呀？你这样有老爷们能喜欢你吗？你管着吗？我乐意。行吧，以防以后没人要你啊，我开家炒鸡店，以后你就是炒鸡店的白痴。我送你张白痴卡。你才白痴，你一直白痴。哎，差点忘了，把这个换上。啥呀？皮衣，我特意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的。皮衣？联谊舞会要开始了，赶紧换啊！哎呦哇，这是纯皮的吗？咋样？别臭美了，赶紧的，来不及了。啥来不及的？走吧。不是，你能不能学学骑车？每次都是我带你。咱俩有一个人会就行了，赶紧的吧，来不及了，快！烦人劲儿！起来，上车！哎呀妈，踹着我了！快来推车！快点，赶紧的，推我一把。走，走，使劲蹬啊！大爷，我们不想听您的爱情故事。没有爱情，只有故事。你接着听。本次联谊舞会是由我的父亲，也就是大家敬爱的厂长提议，由我厂工会和我领导的宣传科共同组织的。目的呢，就是解决咱们厂广大单身工友的终身大事。当然了，我也是单身。谁问他了？我仿佛听到了大家内心的呐喊。既然是一个年轻人的聚会，那就来上一点年轻人的 music。哎，范伟，你不想上去表演个节目啊？这英俊潇洒，我用那个就你这样，你这辈子找不着媳。还找不着媳妇儿，我要找就找厂里最好的。切，淑芬，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喜欢啊，她叫琳娜，我们宿舍的。但你这样，人家看不上我。还看不上我？告诉你，机械厂舞要重出江湖了。
那全完了。鄙人洪建军，这是我新买的照相机，咔嚓咔嚓。建军，你大爷的！你叫谁大爷呢？林娜。那个这位同志，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向我的厂长父亲反映。跟我反映也没用啊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哎呀呀！不是你谁呀？疼！我去！哎呀我！咏春范围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更不信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其实啊，不是你谁呀？电焊郭淑芬儿。哎呦！我你！愣着干嘛？上啊！哎，你我要晃死你！我相信。哎。去！走。没事吧？啊？好厉害！范卫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嘿，大爷，你让一下。小朋友别害怕啊，警察叔叔带你回家。大爷，您让一下。你大爷！哎，您怎么说话呢？他喊你警察叔叔？对呀，你是警察？对，我是警察。放屁！怎么啊！你这警服就不对，你敢冒充警察？你骗得了弟弟，骗不了我。你是不是想拐卖儿童啊？我怎么了？啊！弟弟别怕，哥哥保护你。哥哥，大爷您这辈儿不对吧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要和你这种人斗争到底啊！哎，咏春范围，哎，我的后视镜。谢谢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说的话，你们信吗？咏春之前的都不信。我不是不知道你是警察吗？
大爷，你是短剧看多了吧？短剧，拉木头啊？哎，拉木头短剧不行，我们都用长剧。别装了，大爷，您的信息我们都调查过了，没多大事儿啊，整个穿越。穿越，什么是穿越啊？穿越啊，它就是指你从1982年，咔嚓一下，直接穿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。它跟这个地球的裂变是有关系的啊，也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。它跟宇宙大爆炸也是有直接的关系。张晨，来，你跟我说这地球怎么裂变的？来，王姐，我错了。大爷，是这样啊，系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您叫范卫国，范卫呢是您的曾用名，您今年69岁。你说什么呢？哈，不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肯定搞错了。大爷，今年是2026年，不是1982年。你看，这叫电子时钟，没见过吧？这确实没见过。你真当他是穿越的呀？师傅，家属来了。大爷，怎么进来的？和警察动手。轻点啊！爸，您没事吧？洪建军，你大爷的！爸，我是您女婿洪少柔啊。你不是洪建军吗？洪建军是我爸。我听懂了，就算你是我女婿，我也得回去。咱现在就是回家呀，爸。不是回家，回舞厅。舞厅？你爸也在那儿。我爸？快点！我说的你听没明白吗？我说回舞厅。爸啊，这就是舞厅，现在管这个叫酒吧。哦，不是，这也不热呀，他这穿那么少啊？啊？现在管这叫潮。啊，是挺吵的。这都是年轻人，不适合咱。走吧。怎么不适合我呀？我就是年轻人。爸，你要干嘛呀？给你露一手。这音乐不对，音乐不对啊！哎呀，有没有那个巴比伦的音乐？那是啥歌呀？巴比伦。我给你找找啊。换个音乐，有没有单程车票？这个也有，放。爸，你真别。哎呀。坐歇会儿。哦，我去给您倒杯水去啊。好，坐。哎，慢点啊。哎。这些都是我家人。这老太太看着好眼熟。
难道她就是我媳妇儿？可这些人除了洪建军这个土崽子，我怎么都不认识啊？这怎么办呢？爸，喝口水。爸，我得跟您说个事儿啊。一会儿程程回来了，您千万别说我带您去酒吧这事儿，程程会杀了我的。程程是谁啊？程程是您闺女啊。哦，程程是我闺女。完了，程程回来了啊！爸爸，程程，让爸爸抱抱。啊，我多大了还抱啥呀？我看你是不是挺辛苦的？爸爸要抱抱你嘛。来，抱，哦，好。琪琪，你陪姥爷在这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哎，我也陪姥爷玩会儿。你别陪了，进来。好的。说说吧，警察局怎么回事？那个，哎，你叫什么来着？琪琪。对，我知道。来，我考考你。来，琪姐，考考你的这个照片上的人啊。这是谁？我。啊，那这个老太太是谁啊？姥姥。哦。那你姥姥叫什么名字？郭淑芬。啊，郭淑芬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是我兄弟呀！哎，对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姥姥呀？你姥姥怎么不在家呀？姥姥。爸，我妈不是出国旅游去了吗？哦，哎嗨，她倒潇洒，留我一人在这儿。哎呀。这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老爷这个这样玩的。广大的工友同志们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让我们迎接新的生活，不畏艰难。哎，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来，慢点！哎呦我天！在这儿啊？啊？你是郭淑芬？不然呢？坏了，这脑子就让人给打傻了。大夫，不是大夫！哎，回来！没事啊？没事。哦。我刚才好像做了个梦。做梦了？梦到啥了？梦见跟你结婚了。啊？你变成老太太了。我变老太太干啥呀？不是，你说你这人一个啤酒瓶你躺2天，小身板。行了，你赶紧起来吧。啊，起来吃点东西，这都热好的啊。还有这衣服我也给你洗好了，叠好了，放这儿了啊。给你选个苹果吧，本来打算我自己吃的。没想到他心还挺细的。给，吃啊！别以为你心细，我就能跟你结婚。妈呀，真把脑子给打傻了。来，你把手拿着啊，拿这个。大夫，哎呀，快来呀！你别喊了，这医院你喊什么呀？哎呀妈呀，我怎么梦见跟他结婚了呀？苹果还挺甜。
扫堂腿。你看看，我再接一个黑虎掏心，2个、3个，一排人全让我干倒了。好。范卫啊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伤的有那么严重吗？你不就伤了个脑袋吗？啊，转移了吗？转移了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疼啊！哎呀，这腿可疼啊！在这撞哎呀，没疼，真疼！哎呀，辛苦了啊！我代表我个人来看望您这位保卫了长女宫安全的伤员。那都明白。那都懂。哎呀，哎呀，淑芬同志你也在呢。吃个苹果。啊，那我是伤员呢，你得给我呀。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，这次的事件暴露出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你身体素质很差，啊，你得向我看齐啊！你平常得要锻炼嘛。还有就是得多吃水果，吃水果好啊。是。你看买了这么多苹果。是，淑芬同志。啊，合着你空手来看我的是吗？那哪能啊？谢谢。哎呀，就怕你方便的时候不方便呢，特地给你挑的，方便你想方便的时候方便，特别方便。来，行，拿你尿盆上那边方便去，上那边方便去。谢谢，给你买的，快。淑芬同志啊，这个呢是我个人对您英勇行为的一点敬意，请笑纳。给我的吗？谢谢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这我笑纳了。你手不是受伤了吗？对呀，你管着吗？那花是我给人淑芬同志的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看这人，对，我管得着吗？郭淑芬、胡建军、范卫，现在马上到厂长办公室去。办联谊舞会，还动手打架，你先动的手。你先动的手。你不能动手，那不就是你了吗？哎，厂长，是我先动的手。现在是严打呀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警察一会儿就到啊，我保不了你们。厂长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要抓起来还是开除，我范卫一个人承担，和郭淑芬没关系。说啥呢？那个人是我打的，要处罚就处罚我自己，跟他没关系。你厂长不怪他们，这事都怪我。爸，我很惭愧，没能把这件事扼杀在摇篮里。我比他还惭愧呢，真怪我跟他没关系。别吵了，厂长，你看我这一身伤，谁是主谋，这不一目了然了吗？跟他们都没关系啊，你放他们走行不行？然后我马上就写辞职报告，我绝对不给厂里添半点麻烦。说啥呢，范卫？厂长是你别说了，还嫌事儿不够大呀？赶紧走，你们都走，快走，都走，快点！这是我干的。什么你干的？我干的。你懒啊！别走，你们谁是郭淑芬呢？警察同志，我是郭淑芬。你个大男人叫淑芬？对呀，有问题吗？别闹了。警察同志，我才是郭淑芬。你们到底谁是郭淑芬？那个警察同志，我是郭淑芬的领导，我很惭愧啊。作为厂长，这个管理不善，肯定是要负主要责任。但是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工友一个机会啊，放了他们吧。这我们一定自查自纠，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不好？情况是这样，最近呢治安比较动荡。出现了不少流氓团伙，我们正在严打追查，所以呢，还是请郭淑芬同志跟我们回去一趟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明白了，我跟你们走啊。等一下，今天有我在，我看谁能带走郭淑芬。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？你不是伤了吗？啊，对哈，你跟我整医学奇迹呢？哎呦，这儿真伤了，我这儿，哎呀，行，别闹了，警察同志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淑芬同志，我陪你去。我也陪你。胡闹！
那个警察同志啊，你看我们厂的这个工友们就是这样啊，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的。这孩子们都不懂事儿，你就放他们一马吧，好不好？谁也不用放。郭淑芬同志这是见义勇为啊，打击犯罪。我们呢，来核查一下情况，表示感谢。妈呀，这是好事啊！我也没说这是坏事。我代表我们局里表扬郭淑芬同志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你看你这事儿闹，好事儿你板个脸，吓我一跳。厂里先帮你保存啊。爸，我认为郭淑芬同志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，应该在厂里树立典型，大力表扬。是表扬，好好表扬。那个，我一看郭淑芬同志，那就是个好同志，人美心善，威望高。那个，哎，这样。回头在你们宣传科啊，包括那工会，咱们弄一个专栏，好好表扬。哎，没问题。这范伟，这个范伟啊，遇事太冲动，写个检查，冷静冷静。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啊。忙着呢。哎呀，你写检讨挺费纸啊。那要不我帮你写呗？你倒是不客气啊。有事说事。哎呀，倒也没啥事儿，寻思说，请你帮个忙啥的。什么忙？我看你跟淑芬你俩挺近啊，看能不能帮我跟淑芬创造点机会。哼，你俩没机会。你看，那不就找你创造机会吗？机会都是自己创造的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你看你这人，你最起码你告诉我他喜欢啥，不喜欢啥呀？他不喜欢你，太武断了啊！干杯！谢谢大家那天帮我啊，尤其是我淑芬姐，都应该的。以后啊就不能叫淑芬姐了，得叫龚段长。我再次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在厂长的推荐和我个人的大力支持下，正式任命郭淑芬同志为电焊车间龚段长，鼓掌！太好了！来，淑芬啊，吃一块红烧肉，好好的补一补啊！来，哎呀，淑芬胃不好，吃不了这油腻的东西。淑芬同志天生就是享福的命啊！来，淑芬吃。那再享福的命，也吃不了你这油腻的东西啊。红烧肉油，但是它不腻，我就很喜欢。那你喜欢，以后给你孩子取名叫红烧肉呗。这俩事儿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这有。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？有我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我这有。要不咱点个青菜呢？行，点个青菜。那个服务员，淑芬呐，来，带上这朵光荣花，拍张照，明天给你登场报。还没带过这个呢。来，哎，琳娜，这玩意儿咋带呀？你说？鄙人愿意效劳。来，啊，这么来。哎，对，这么，好看啊！哎呀。哎呀妈，这别说挺好看，好看。那林娜同志，辛苦你，用我的相机为我们两个人记录一下这个幸福的时刻，好吗？没问题。哎，谢谢，咱们站这边吧，这边景好。来，3、2、1。等一会儿，你看是这样啊，我这受伤了，这功劳是不是有我一份？
要拍的话也是我跟淑芬拍。来，琳娜给我俩拍一张哈，给我俩拍。哎，不说好了你帮我，完了我俩拍吗？那我不能把我兄弟往火坑里推呀。情谊收到了，兄弟。推我。上那边来，琳娜，快拍！我也拍，你拍，别拍！来，琳娜快拍！有你啥事儿？你上那拍你。别吵吵了，不拍张照吗？来，哎呀妈，一起拍。琳娜，你也一起。来，行，看我啊！3、2、1。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又做梦了，还是穿越啊？还是对这个身体好点吧。驸马，父皇有何吩咐？这是为何？手疼是真的。爸，你这唱的有哪出啊？这只能归结于上一辈的恩怨了。上一辈的恩怨。洪少柔，你过来一下。琪琪啊，他们俩怎么了呀？大人的事儿跟咱俩没关系。他俩总这么吵，没事吧？老爷，你放心，咱家实力说了算。你姥姥有实力。哎，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妈妈说姥姥去的地方可远了。哎呀，她倒潇洒，留我一人在这儿。所以，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穿越的呢？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这有啥不行的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家人们，今天你看什么呢？主要任务就是直播带货买东西很方便。哎，我们今天的重磅产品是啥呢？那是好事，你就自己去呗。我姥姥，我肯定去啊！到时候我跟10好几个老太太跳舞，我活活美死。哎，你想的挺美，人老太太愿意跟你跳吗？啊？老太太不跟我跳，我跟老太太跳呗，我就在他们中间，我就盘旋。来，现在此刻盘旋去，穿梭。这人一聊天就生气。我给你打车，你现在穿梭去。我现在穿梭去。那不你这人说话好抬杠吗？你这。我抬杠啊？我没打着。听说1是炒完了。爸啊，您今天是不是还没吃药呢？你们聊得顺利吧？顺利啊，特别顺利，小 case。我给你弄药去啊。爸，这巴掌是你们家祖传的吗？你们俩因为什么呀？可能是因为私房钱吧。大忌呀！有多少？也就几十块钱。哎呦，几十块钱也不少了。老爷现在早就手机支付了。不是，爸，我这真没多少钱。个10百钱。哎呀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是3、4千块钱呀。洪建军，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。爸，你要干嘛呀？我想让你好好孝敬你岳父。爸，你别过来！
爸啊，您早说呀！出来玩的费用您闺女能批。今天您就随便玩，所有费用您女婿全包了。在家不是这么说的。那在家怎么说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别怕，爸，别怕，没事。我怕他什么？有种你过来。哎，你这真过来啊？爸，别闹着玩，开玩笑的。不好意思，没事爸，没事。你像他都像长大的铁臂阿童木啊，这帽铁片啥的全往身上窜。哎呀，程程，哎，咱们这是来到古代了呀？没有吧？让您体验一下穿越的感觉。我穿越我有体验啊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信不信我穿越过？哎，信。哎，爸啊，您把这衣服穿上，这样穿越的感觉更好。这一看就不是好人穿的。什么不是好人穿？琪琪不也穿着呢吗？看没？关键是都买过单了。对呀。不行。爸，您老行了。这个感觉确实有点熟悉呀。这是《武林外传》的老邢啊。为了一方百姓，吃再多苦我都不在乎，受再多罪我总会面对。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捕头。哎，你什么人？你很可疑呀！你眼神不对，神色不对，你为什么心慌啊？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有没有人证、物证、暂留证？大人冤枉啊！这要是个冤案，亲娘了，影响仕途啊！他演的真好啊，都有点吓人吧？太幸运了！其实跟淑芬结婚，好像也不错。爸，你个兔崽子，你个红烧肉！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少柔啊，爸呢？爸不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没有啊。那赶紧找他。哎，你好，前面有看到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老头吗？哦，谢谢。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，穿的是黑色衣服，一个夹克，然后有个蓝色围巾？没见过呀。没见过吗？啊，谢谢啊。范卫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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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程程，雪糕，给你买的。爸，找你半天了，干嘛去了？雪糕？你哪来钱买雪糕啊？我有洪少柔的私房钱，看，这在私房钱，你把它收好了。哎呀，你穿着吧，我说干什么？那你赶紧吃，一会儿别化了，5块钱啊，可不便宜。哎呦，我真不。喂，少柔，爸找着了，在那个民国街这块儿。哦，行，那你先去火锅店吧，一会儿我跟爸就过去。拜拜。哎，程程，你跟爸说实话，洪少荣那小子是不是欺负你了？
他要敢欺负你，爸替你揍他。爸用不着你揍他，我自己就能揍他。你还管好你自己吧。看你个熊样，你想揍爸爸？我，啊？你要是再到处乱跑，再不懂事儿的话，我真揍你。哎，俩人这个过日子不能总是动手。啊，你们在一起吧，我也没什么经验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说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啊？他们老洪家有好人吗？爸，您之前也是这么说的，是吗？对啊，然后就拿着擀面杖追着少柔2里地。那你还跟他？我都让啊，听您呢。哎，爸，一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去。能不能喝点？就一杯啊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得好好对我的程程，不然老弟揍你。啊！你把闺女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我这辈子，我只有挨打的份儿，我绝对不还手。真的？哎呀，好，大哥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！祖国呀，祖国真的富强了呀！太伟大了啊！真是赶上好时代了。好时代！大哥，不行，我难受。大哥，哎呀，切！我呀，这辈子哈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那小轿车我就不想了啊。我要能买辆这摩托，啊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喜欢这个？哎呀，那你早说呀！哎，大哥，你说买就买了哈。哎呀，这得2年的工资啊！哎呦，老弟，只要你喜欢，咱就买。我要是有了这辆啊，那我就可以带郭淑芬兜风了，这比自行车强多了呀！哎，这也很简单呀。酒后骑车罚款50。老哥，还得是你呀，要不然我都不知什么时候能学会骑车。还好意思笑，给你俩拍个照片留个纪念。哎，哪来这么多化肥啊？那厂长不是说了吗？厂里尾款收不回来了，就置换了这些个化肥呀、毛巾呐、暖瓶什么的，让咱自己卖了换钱。行，我赶紧扛2袋。妈，你这小身板你还扛2袋？哎呦，你慢点。来，你给我搭把手来。来，1、2、3。哎呦，这扣子都崩开了，你快拉倒吧。啊，坐那儿，坐那儿，来。哎呦，扣呢？哎呦，你干啥呀？我没事儿，我底下这个扣不要紧啊。不是，你要把我那扣找找呢？你早干啥去了？我都剪下来了，拉倒吧。来，我给你缝上。想不到这淑芬看着还挺顺眼的。行了，你瞅啥啊？啊，就没想到你还会针线活儿，那你真的是上得了机床，下得了厨房。啊，不对，那厨房是我下的。别贫了，有那时间想想这东西咋卖吧。为厂分忧，责无旁贷。淑芬同志，我帮你啊。
我哪儿都有你。这是我们的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回去吧。你是不是怕比不过我，完了让人淑芬同志觉得你这人不靠谱啊？我不靠谱，我不像某些人只会打官腔。你说谁打官腔呢？你不靠谱，你打官腔，你不靠谱，你打官腔，你不靠谱，你打官腔，你不靠谱。你俩加一起有6岁不？你别管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对决，这关乎着男人的尊严。喂，王老板，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我们厂长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力排众议，就是要给家人们谋福利呀。就算破产了，也得宠粉儿。回来，来，哎，今天咱就说啊，买1条毛巾送1个暖瓶，只要3块5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。谁懂啊？这家人们到底是谁呀？琪琪那套菜顺怎么不好使呢？别废话了，看我的，等着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非常开心啊！今天大家能坐在这儿，就是给我面子。对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干了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啊！既然咱都不是外人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啊！王科长，脸盆儿，你们单位今年福利就发脸盆儿啊！脸盆儿好啊，那洗脸多干净啊，是不是？再一个，为什么这单说你必须得签？你绝不是冲我，你冲的是我的厂长父亲。对不对？老洪的面子你得给呀！对，军哥说的对。来，孙主任，暖瓶。单位后边不有块菜地吗？你浇水你正好暖瓶用得上，是不是？你这样，全包了，好吧？我给你一个最低价。行不行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可以。来，太仗义了，孙主任。你说俺们弄这事，往上多好。继续啊！吃的也少，喝的也少。这。张总，我也在这儿等，来走。王老板，建军呢？王老板，建军呢？啊不，王叔，规矩我都懂。建军，我最近确实有点困难。明白。不是，建军，不是我不帮你啊。一句话，行还是不行？这批货就是我递给你爸的。是啥玩意儿提了算卦的？我这批货呀，就是我递给你爸的。你递给我爸的？那你不早说呢？你没让我说呀。那我还能堵着你嘴啊？我就搁那叭叭喝，你就搁那叭叭看。
你这人太不实在了，是不是？我说真是我这。来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不要错过呀！你这是不要错过啊！干啥呢？我把人都吸引过来了，剩下交给你了。行。来，各位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来看一看啊！我今天我是不管了，就算受处分，也要把福利送到大家手里。使不得呀！离我走还有5分钟，还是3毛5，最后的价格，最后的机会，听懂，掌声！你这么卖，你不纯赔钱吗？你啊！好，家人们，我在做一个违背厂长的决定。啊！哎，你配合我一下。我吗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厂长的儿子？对啊。厂长是不是急着把这批货卖出去？啊，全对上了，家人们，相信我，不要犹豫了。离我们活动结束还有多长时间？10秒钟。别人家有没有这样的质量？没有。有没有这样的价格？没有。3、2、1，开抢！我要一个。你胡闹！好，很好，非常好啊！清了2个库房的货，全场第1呀 ！Yes， 有脸笑！全场校余倒数第1。不是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纯白送啊！你就说卖出去吧。还犟嘴！来，你跟我说你的东西怎么卖的？啊，还什么？还家人们什么上车？你上炕都上不明白，上什么车？你卧铺啊？空段长，长本事了是吧？告诉我谁家卖毛巾送暖壶啊？那我卖醋还得送点螃蟹呗。啊，不是说他们没说你是吧？我这点人缘啊，全让你败光了。我从小进这厂子，我从普通工人开始干，然后成为技术员，还干销售。我求爷爷告奶奶，一步一步把咱们厂的产品做出成绩，卖到全国各地。靠成绩干出来的，容易吗？我一天，我跟你们说话呢，爸，我相机呀，我哎呀，那个咣当磕一下子。什么机相机？来，你们仨站好了，现在给你们拍张照片，来过去。咱们呀，明天上厂报啊，告诉全场，发不出工资就是你仨的事儿，好吧？来，看我这儿来，哎，看我，笑出来，哎，非常好啊，还有脸笑。等会儿，重新笑。果然问题在这儿啊！红烧肉！爸，您醒了。你现在别叫我爸，你爸呢？我爸不就您吗？你亲爸？我爸走了好几年了。啊？不是，哎呦，洪建军已经死了。5年前肝癌，喝酒喝的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是。你妈也……我妈好好的，能吃能喝的。哦，可惜了。啊？哦不是，我是你妈是谁呀？林娜呀。哦。啊？
这么些人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李娜呀。不重要，爸，你主要是感受这个氛围。什么氛围啊？旺盛的生命力啊！您想想，您要是住在这儿，所有的生命力都向你涌来。胡说八道！我住这儿，我正值青春年少，能跟这些老太太吃。爸，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找我妈去了啊，你在这待着啊。不是你，说谁呢？说谁是老太太呢？我们有这么老吗？你看你长那个样，我们没嫌你就管好。别看你长得帅，我们就不敢打你了吗？不是，阿姨，你们误会了。阿姨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比我老多少？你叫我阿姨，你还叫我们阿姨？你那个样，你看这个样，阿姨，我错了。你耍什么样？你说住手！林娜吧，林娜，你虽然老了哈，但我一眼认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也老了。是。哎，你谁呀？我范卫。范卫呀？啊，对呀。哎，那个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，你还记得当年我和那个淑芬我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？当然知道啊。太好了，那你给我说说。淑芬是谁来着？当年你同宿舍的啊，企业上第一女焊工，能打能冲的。那个电工。焊工，电焊工。耳朵有点聋了，好像。你们的故事，那可真是波澜壮阔呀！波澜壮阔呀！那你等等，我记一下，啊，你说，这不个波澜壮阔？在那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你们俩站在床头。哎，那站在床头不太严肃吧？船头。哦，是船头哈。哦，船。你们俩站在船头，你在后边搂住了他的腰，让他张开双臂。Jack，Rose，you cook，I eat。啥意思？你快做饭吧，我饿了。OK。哎呦，这么浪漫呀！看来我得早做准备，学游泳，学英语。Rose，Come on，Let's go。后来，你们俩站在城墙上。城墙上？你再往前半步，我就抽你。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才后悔莫及。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对那个女孩说3个字：吃炒鸡不？那是4个字。你看我不抽你！这就是表白吗？哎呀，我还能说出这个词儿。后来啊，你俩吵架了。啊？这么波折吗？还吵架了？你干嘛？小的时候，我听说，想要哭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。翻白眼也会掉下来喽。不是，我怎么能把他给惹哭了呢？这是什么口音啊？这是。后来，你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然后他去找你了，你见了他第一句话就喊妈。哎呀，爸，跟我妈聊的挺好。妈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，少看点爱情电影，净跟我爸瞎说。不是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点糊涂了。
他刚刚跟您说的那些，都是影视桥段。再后来，洪少柔，哎，出来。你说你啊，跟洪建军在一起学了一身的毛病，住养老院，这种资产阶级作风，一点咱工人阶级的本色都没有。哎，我说话呢，我说话呢，你看什么呢？看这什么呀？庐山恋电影票，给我。哎呀，没出息！你年轻的时候就有点资产阶级情调。你就是想撺掇我爸来养老院。那我这么想有错吗？那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呢。洪少柔，你是没跟我爸住一块儿吗？你不知道我爸他不愿意来啊？哎，愿不愿意呢？你不得跟老头聊吗？你想想，我妈也在这儿，她过来俩人正好坐一半，多好啊！俩人作伴好啊，那你就把你妈也接回家呗，这样家里2个老人多热闹。那就都接回去。我可不去养老院。那爸没让你去养老院啊，不是说我的，没说你。少柔，你进来一下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干嘛？啊，好好好，来，哎，跟我和你妈，我们拍个照。今天算我跟琳娜我们亲家首次见面了啊！好，拍，来，用相机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！啊？哦。哎，你这小老太太这么喜欢庐山恋呢？行，来了啊！来啊！西瓜甜不甜？甜。琳娜同志，范卫，有事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范卫同志，咱们2个是不可能的。哦，不是我啊，我是说，比如像那个厂长的儿子洪建军，那种有文化、有追求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来帮你，保证让你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相信我，首先第一步，展示自己，吸引目光。建军打球呢，你真棒。有事儿吗？第2步，释放信号，心理暗示。建军干嘛呢？哎，要不要喝个汽水？你踩到我要拍的树叶了，我呀。不好意思啊。树叶。哎呦，全完了。树叶。第3步，投其所好，加深印象。这本书他肯定喜欢。书掉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捡。你这么爱看啊？我可以送给你。倒不是爱看，主要是这就是我丢的那本书，这不写着我名呢吗？洪建军。行，那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啊，谢谢啊。范卫啊，晚上看电影去吧。哦，不看。不看。庐山恋。庐山恋。不看。看喽，不看我找别人去了啊。哎，等会儿。庐山恋。晚上见。晚上见。
范卫，不是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这3步走完，他离我越来越远。懂什么呀？我那前3步都是铺垫，最关键的是下一步。你俩不都爱看电影吗？《庐山恋》票买了吗？票早都卖完了。还得我吧？啊？行啊你，谢了。晚上别迟到啊！放心吧。不是范伟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？为了爱情。哎，为了爱情。庐山恋，郭淑芬抢的票，送你了，你要珍惜啊！我看好你哦。那你这是？谢谢你啊！谢啥？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啊！哎，饭盒没拿，哎，还得给他收拾。喝汽水。真没想到，你也喜欢看《庐山恋》。没想到你也喜欢喝汽水。林娜，简居。谁呀？我范卫。干嘛？林娜在吗？琳娜不在，琳娜走了，上电影院去了。你快去吧，啊！太好了。哎，淑芬，走啊！走哪儿去啊？就2张电影票，我没票，我不去。哎呀，是什么看电影？我带你去吃炒鸡去，走啊！范伟，你有良心吗？啊，你前脚带我去吃炒鸡，后脚带人琳娜看电影，你咋那么忙呢你？你说啥呢？啊？不是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？你害我气了一天，我一口饭都没吃。我给你赔不是吗？快吃吧。我说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刚才跟我发那么大脾气，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我喜欢林娜呀？猜对了吧？怎么可能是因为，是因为电影票，《庐山恋》，你知道有多难抢吗？你2张都一起拿走了，还钱。你跟我说那么清楚？那你自己出了鬼点，那肯定得拿钱，掏钱。那我请你吃这么多年炒鸡，我跟你要过钱吗？你这白痴！说谁白痴呢？什么白？再说一遍。我没说你，我说你这，哎，白痴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俩不对。他挺对的，一直这样啊。这能对吗？这下全对了，爱情萌芽的样子吧？谁白痴啊？你说谁白痴？哎呀，渴死我了。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了，建军，这个是我托人买的，送给你。不是这个很贵重的，这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我
给你买的，你就拿着吧。真不能要！哎呦，你快拿着吧，我记得给你。你试试吧。啊，好。谁办事啊？你说谁办事？疼，别闹了。哎，这洪建军又坏我好事儿。这是？难道我以后开店了？哎，爸！啊？干嘛呢？哦，今天高兴。哎呀，我给你们露一手。哎呦，哎，爸，你先把刀放下，一会儿把厨房给点了再。怎么能把厨房点了？你开什么玩笑你啊？哎，对，那个把那火打着，你帮我打着啊，打着。长按3秒，然后再往这边拐，对，然后就可以了。那行了，你可以啊。啊，你去吧。你可以啊。啊，没事，我可以。行哈。啊。来，爸，不玩了啊。没事啊，爸，咱就当是你做的。什么叫就当是？那就是爸做的。老爷，你是不是不会做饭呀？我是发挥失常，有失水准。老爷是大厨水平，只要你们那个东西我不会用。哎，对，那个。对我们家那个确实不好整。哎呀，我才不信呢！谢谢。这有啥可不信的？你姥爷以前可是开了好几10年的炒鸡店呢。哦，啊对，我是开过店的。你看，哎，我这个店哪儿去了呀？爸，您这店黄了。我怎么就干黄了呢？你看人家这都干的多好，人这个店。那人家这店经营的也好呀。哎，行了，爸，你过去的事儿就别想了。来，尝尝你自己手艺吧。您说您怎么还随身带着这照片啊？1982年，哎呦，爸，82年您就自己开店了？告诉你啊，82年，厂子，我那是铁饭碗，老子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有种吧？太有魄力了。爸，硬不硬气？硬气。而且我爸还说了，说人这一辈子啊就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然就白活了。我说什么？您说，人这一辈子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然白活。哎呀，我这话说的很有水平啊。对，要干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是吧？好。对呀。你怎么不吃青菜呢？吃点青菜。琪琪啊，快吃，吃完帮老爷拍张照，我要重操旧业。这也没问题呀，奇怪，为啥在26年就不会做了呢？范卫，你厨艺又进步了，你比咱们这大师傅做的都好吃呢。通知：为响应国家号召，搞活经济，工厂鼓励有技术、有想法的职工停薪留职，投身市场经济大潮。哎，淑芬，你说我开个炒鸡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没听那广播说吗？个体户能停薪留职，多好的机会啊！那广播说的是停薪留职，重点在停薪。你别成天想些那些有的没的啊。行，吃吧，吃。哎呀，下班啊。
哎呀，今天这月亮真圆啊！月亮啊，搁哪儿呢？那边呢吗？房檐后边呢？那我这咋瞅不着呢？你坐那儿你肯定瞅不着，你往这边坐点，你就能看见了啊。没有啊。那儿呢吗？哪儿呢？那儿。哪？月亮搁那儿了。搁那儿呢。哦。范伟啊，我有点冷了。不是干啥呢？我陪你一块儿冷。你有病啊！我说我冷。啊，那我要抱你，能暖和点吧？不知道，试试呢。跳舞呢。开业大寿宾，来往里进，70免费。有病吧？大晚上开什么业呀？哎，开业了，快去看看。开业。干杯！感谢二位啊！要不是你们，我跟林娜，我俩还真走不到一起去。这都是你有本事，我看好你哦。必须有本事。另外，你让我给你找那店面啊，我给你找好了啊。你看你啥时候跟人联系一下。这菜谁点的呢？不错啊。啥店面啊？范伟，你脑被蚊夹了？淑芬，这是未来的趋势。那厂里现在效益不好，我这么做那不都是为了咱们将来吗？是吧？咱俩哪有将来啊？你跟我商量过吗？你这事儿从头到尾你给我商量过吗？不是，有些事我没办法跟你解释。妈，你肯定解释不了啊！你都没打算告诉我，你解释啥呀？那个老范，这点我必须得批评你啊！那两口子过日子，那都得有商有量的。这一点上我做的就不错。您少说两句吧，咱们先吃一口啊！对，来，来，行，吃菜。淑芬吃，夹呀。对了，娜娜，我还没跟你说是吧？咱们厂里选派那个优秀职工进省城进修的那名单下来了，有我打算去，然后我1个礼拜之后就走。来，喝一个。等会儿，去省城？怎么呢？这么大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？妈呀，那你跟我商量呢？我现在决定的，我得去省城，而且我不但去，我还得留在那儿呢。啊，来，你还留在省城？人省城要不要你呀？妈呀！啊，省城不要我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走。你看省城要不要我？你看省城要不要我？你去吧，你看人要不要你？还现在走？那他提前1个星期去啊？那先到先得呀？你快这是追一下子，追啥呀？来吃饭，快吃饭吧。那还吃啥呀？那还这，娜娜。哎，金娟，来，咋的了？我给你跟范伟夹个菜，看。哎呦，拿着，你别跟范伟说是我给的啊。行，明白。去。哎呀，啥呀？淑芬给你夹的菜，不吃。看你这人咋这样？那做都做了，你尝尝啊。来，哎
哎呦，啥意思？你尝尝吧。哎呀，白瞎这卖相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今天晚上吃啥？你管，你管。没有。哎呦我的天，这衣服整的还挺小。跟我们一起去熬夜是吧？练了，练了。必须的。我这双手生下来就是为了焊电焊的。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做饭，他给我吐了。建军，你说那孙鹏飞那是好人吗？啊，他这样，然后淑芬也跟他这样，干啥呢？他俩呀？我给他脸，他不要啊。那不闹玩呢吗？那他怎么不跟我闹着玩呢？那你俩不闹别扭了？那闹别扭，他也不能给人家整衣服呀。我知道了，他就是心里没我了。我明白了，他心里根本没有我呀。既然如此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分手。有啥呀？郭淑芬呢？厂子里派车给送省城去了。走了？啊？你跟我说一声。真有意思，跟你说得着吗？真是。啊！这算我入股你那炒鸡店了啊！这么多啊！撬你爸保险柜了？我撬我爸啥也跟你没关系，你个人现在属于给自己作的只剩事业了，就好好干你那炒鸡店，别让我失望啊！走了。哎。1、2、3。欢迎欢迎进来！来，快请哥请，哎，请里边请。谢谢大家，大家。来，保证好吃啊！来，自己找地儿坐啊，找地儿坐啊！您几位啊，我这鸡炒的一绝。来，快，往里进来。等会儿。来，今天开业酬宾啊，给大家送个小菜啊！来，对，就来这块啊！哎，朋友们，有一说一啊，这味道是不是比咱厂食堂好不少啊？是。哎，那咱以后常来好不好啊？好。哎，吃好喝好吃好。哎呀。哎，别说，范伟这手艺又长进了。这淑芬在外头肯定得老想这口。喝饮料。这鸡挺好吃。范伟，再来盘烧鸡。哎，马上啊！咋样？行。哎，要明儿再来啊！那小子。哎呀，您几位？2位是吧？还开店了。 2位也太好了！告诉兄弟们，开活动了。还想他呢？没想。我都没说他是谁，你一天你成能装了？还为国炒鸡，
你那不就是魏郭吗？郭淑芬的郭，一天还整得像别人不知道似的。那我以后改个名行不？我以后叫范卫国，这样行不？你爱叫啥叫啥，整两口，来，整两口来，来。燕军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郭淑芬，迟早就是我的人。咋的？你会算命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从未来跟你说，你也不懂。哎呀，你说他咋那么狠心呢？怎么说走就走？是，他心要不狠啊，他也不能把钱取了全给你，让你开这店。你说啥？啥也没说呀。你给我那钱是谁的？真不能告诉你，淑芬不让我说。不是，老范，淑芬人对你呀，真是没毛病啊。你就好比说啊，相机，未来的淑芬肯定能知道怎么办。程程，尚荣，哎，爸，你醒了？饭在锅里热着呢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呀？老爷，你快来陪我玩呀！谁是你们爸呀？你们是谁呀？哎，我女儿范丞丞呢？我外孙琪琪呢？少荣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爸，您别闹了，总这么折腾人。这怎么能是琳娜呢？这不是琳娜，郭淑芬哪有什么淑芬啊？一定老糊涂了。不对，全乱了，都不对。哎，怎么是琳娜呢？我老伴儿不是琳娜呀，郭淑芬去哪儿了呀？哎，还有我闺女呢，我闺女范丞丞。相机，我的相机！爸，您别激动，是不是找这个？给您。范卫，侯建军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儿，郭淑芬回来了，就回来1天，办完档案，被调去省城了，今天就走。今天就走？他人呢？这个点应该还在工厂呢。你帮我看一下店啊。哪有啊？范老板，别着急走啊！你看这是啥呀？行，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。这桌钱我不要了，行吧？算我请你们吃。让开！哎呀，这是钱的事儿吗？我兄弟吃了你家的东西，食物中毒了。对，食物中毒了。我说食物中毒。哎呦，大哥，哎，我这肚子疼啊！行，你别演了，这样肚子疼。今天这桌多少钱？
我3倍赔给你，行吗？现在给你拿钱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跟你说啊，1000块钱，拿不出来，今天你的店别开了啊。对，别开了。撒开！你给我撒开！今儿说啥不能让你走？不是你干啥呀，洪建军？我火车赶不上了。范卫出事儿了。啥？范卫，怎么了？郭淑芬呢？早走了。走了。你这脸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4个啊，敲诈勒索，还看是不是？还看是不是？警察叔叔，你快给我带走吧！这么让他们下手太狠了，我妈都没这么打过我。你闭嘴。淑芬。不用谢，我跟他说你出事儿了，没想到你真出事儿了。我这嘴呀，跟开过光似的。能不能盼我点好？行，警察同志，反正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警察同志。红花油我放这儿了，你记得抹。哎，干啥呀？对不起，我现在说你可能不太相信，我能看见未来。未来我们结婚了，有一个女儿叫程程。还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儿。未来的一切太美好了，我都不想改变，我更不想失去你。你到底想说啥呀？这还让你干？还想跟你求婚？对，我想跟你求婚。淑芬。求婚？求婚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你不是不回来了吗？我不回来，我上哪儿去啊？他说你去省城了呀。啊？那我要不那么说，你敢有刚才那下子吗？不用谢，咱俩扯平了啊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干啥呀？你没调走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过2天回来了，你别整这过2天啥时候？起来！你告我，我去接你就行。干啥呀？让我给你炒盘鸡，你吃完再走。媳妇儿，开饭了。琪琪，我的好外孙女，少柔，哎，少柔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程程，咋了吧？哎，真好，是你们啊，是你们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吧呀？一家人在一起真好。琪琪，把相机拿来，咱们拍张照好吧？啊，好，来，拍张照，来，琪琪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你看，竟然是我在等你。我没去接你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我改了今天早上最早的火车。我想来兑换这张白痴卡。这个卡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怎么，不行啊？
怎么才回来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回来。我想你了。我也是。这次回来，就不能让你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准备结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准备结。别喊！听见了。淑芬，我一定给你一次最特别的婚礼。谁说我要嫁给你了？先进屋吧。嗯，都拿上啊。好。爸，你到这到底是要干嘛呀？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哎呀，这得多少酒杯呀！叔眼光不错，这个可是我们店的招牌，薇娅飞跃香槟塔。来，叔，坐着聊，坐着聊，来。叔，您女儿结婚？我结婚。您啊？啊。那大妈这岁数了，你跟她上这个有点危险。叔，我给您强烈推荐80年代复古风的婚礼。哦，1秒钟带您回到青葱岁月。我刚从青葱岁月回来。哎，叔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也经常听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太土了，把你们店最时髦的给我拿出来。最时髦的，时髦。既然叔这颗普通的心脏不想普通的跳，那今天我一定把您的心脏给开心的蹦起来。叔，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店的另外一个招牌——浪漫法式浓情婚礼。哎呀，没事。尽在我掌握啊。我们在3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庄，拥有非常多的艺术氛围，而且我们的主持人还操着一口地道的老巴黎口音。Bonjour， Bonjour。叔，您先绷住，这些呀，都是开胃菜。接下来，才是重头戏。我们管这个叫做法式自由行走的鸡尾酒会。用普通话讲啊，就是溜达起来。哎，我们溜达起来。我们在婚礼当中看不见那些一排一排的圆桌，也没有那些陈词滥调的主持词，我们有的流动的香槟。精致的法式小点心，还有就是优雅的像背景板一样的宾客。我们摄影师化妆成吟游诗人，随时拍下您和大妈之间爱情瞬间。哎呀，哎，好，这样啊，那个你等我一会儿，我消化消化，说你肠胃有毛病啊？啊不是，信息量大。我的思维溜达。琪琪，给我拍张照。来，给老爷看，这给老爷看。双儿，我想到了一个婚礼形式，领先现在婚礼40年，真的，保证惊艳全场。什么形式啊？那个法事，就是办婚礼之前呐，你得做一场法事，你让那个主持人说外语。绷住？那我要是绷不住咋办呢？你先绷住，我跟你说一下细节啊。你看那桌子们都撤了，不要太俗，咱得自由一点，就是走起来，自由行走起来。然后每个人手里呢都拿个鸡，拿个鸡，那个溜达鸡，拿个溜达鸡就溜达。溜达鸡，
哎，那自由，然后就跟土匪完了拍照。拍照。你好啊，你好。你好，说啥呢？溜达鸡拍照？对呀。啥意思呀？还溜达鸡，还做法事，我还得绑猪，你想的啥呀？纯想。叔，这个咋样？不行，你大娘不喜欢。哦，大娘在哪儿呢？反正啊，她不喜欢这个法式溜达鸡，换。好，您瞧好了，韩式时尚，主打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，白色的鲜花代表你和大妈纯洁的爱情，你和大妈可以双向私奔。不行，咱俩光明正大的私什么奔？还是不喜欢，换。好，中式美学主打一个重生之我在古代当帝王，凤冠霞帔身上穿，大妈立马赛貂蝉，天地为媒山河正，此生共赴龙凤祥。我看这个行。不行，太浮夸。换。森系婚礼在这儿呢。绿草归自然，婚纱显柔情。绿草加婚纱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，去什么草原啊？那一片绿的，吉利吗？也是啊。叔，你觉得这个咋样？我结婚用的就是这个草原。我能跟你一样吗？你看着就绿啊。说我所以小马，咱就不想草原的事了。下一个。完美的童话不能被定义。神秘的城堡，公主的等待，王子骑着马寻找着真爱，王子公主成双成对，这事儿完事儿，你们得给我一点小费。你骑自行车都费劲，你还骑马？你别整那幺蛾子了。爸，爸，说，爸，爸，说，爸，说。叔挺年轻啊，一觉又一觉的。叔，那个还是不行呗。那你看叔，我们这还有一个鬼屋的方案。你看，就是你们呢，进到那好的，那个普通婚礼就行，啊，那就不需要你了，咱们回家。走回家，走，琪琪回家了。等会儿叔，什么意思呀？上我这儿来，白嫖创意来了。我忙忙活活给你们说了一上午了啊，说不用就不用了，你不说得给我点说法吗？不是你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必须给我说法，要不然不许走。哎呀，这是干啥呀？我怎么？哎呀，爸，你咋的？迷糊？哎呦，爸，你没事吧？迷糊，这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女婿，替我跟他说去。你先说，我看好你。看啥呀？你这说我求你了，我迷糊，我看好你，快去，听话。哎呀，行。商业就是很残忍。我这那个迷糊，那个谁啊，经理是吧？我们顾客呢就是上帝，你说你这样跟上帝说话，多少是不是有点不虔诚？1分钱没花。那叫上帝吗？上我这儿来零元购来了。哎，我下。上帝下来。那上帝算不上，至少是不是能算是个老弟？你这样，你看在老弟面上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少给我来这套。今天要是没有说法，谁都不许走。哎，那要这样的话，那看来只能拿他顶一下子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婚礼变升学宴，庆祝咱闺女顺利升入实验2小。扫码交钱。老弟，你这么说我就挺突然的。老弟，对吗？上帝，哎，那这位是？哎呦，这位是老上帝。哎，你看熟人，谢谢。老爷，你参加了升学宴吗？当然了。啥意思啊？新婚礼物。
我看你见那么多回，肯定真喜欢呗。下这么大血本啊！另外呢，这还有一沓照片，之前咱拍的。我看，怎么着？一会儿晚上一块儿喝点啊？行啊，我在家等你啊。来啊，那啥就不喝了吧？我不喝，你也别喝了啊。为啥呀？你那什么，你喝酒死的容易早。真有意思，我自己身体我知道，我要能让酒喝死呀，算我白活。这我得保存好了，确保我和淑芬的婚礼万无一失。兄弟们，今天就靠你们了！好，兄弟们，上！姐妹们，不能让新郎官轻易接走新娘子，走吧，走吧，快快快！淑芬，我来接你了。淑芬，我来接你了。开门啊！想娶走新娘子没那么容易啊！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我有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淑芬的？我从小就喜欢。啊，第二个，你们两个第一次牵手是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我这至今还没牵上呢。哎，真的呀！啊，好，那第三个啊，好好答啊，说出3个必须要娶淑芬的理由。行，第一个，虽然他力气大，我打不过他，但我想保护他。第二，虽然他脾气大，我吵不过他，但我想照顾他。第三，没有他，我这辈子都不完整。现在能进了吧？啊！能，我开门了啊！你愣着干嘛呀？淑芬，啊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愣着干啥呀？找鞋呀！啊，找鞋，藏哪儿了？啊，鞋呢？鞋呢？鞋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我看看。那还找啥了？这儿呢。不是，你会骑车呀？当然了。啥时候学的？快上车，扶好了啊！走喽！等等，走了。鞋，我放你们不利索，多有不周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我来了，快往里坐，往里坐，特别漂亮啊！谢谢，快往里坐，往里坐。领导来，快往里坐，随便坐啊！哎呦，洪建军，你大爷的！淑芬还在那儿等我结婚呢。哎呦，爸，
干嘛呀？我要回去，我的相机呢？老爷，你不参加我升学院了吗？啊？什么？你不参加我升学院了吗？哦，好，那咱就快点升啊！咱就速战速决。好，升完我得回去啊，那就快升啊！爸，您看谁来了？范叔啊，好久不见，您精神头真好呀。你是谁呀？小王，我爸当初跟您一车间，我小时候经常去您家吃炒鸡呢。王叔的儿子，您把兄弟儿，不记得了？王啊，有印象。范叔，恭喜呀，外孙女真优秀呀，幼儿园都办升学宴了。你是谁呀？那个昨晚没休息好，那个，哎呦，快坐吧，快坐啊！别客气啊，多吃点啊！好，各位安静一下啊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小主角琪琪和她的家人们一起来到台上，拍一张幸福的全家福。走吧，走吧，这干嘛？拍照慢点，小声。拍照？拍什么照啊？慢点。范叔看这儿啊，都拍，先别拍，等结束了再拍。都现在也拍。弄啥呢？昨晚太兴奋没睡好吧？啥相机都能穿越呢？把你的破相机收起来啊！你穿啥穿呀？玩游戏了，你快玩游戏！来，准备看这啊，看这来。不动了，好吧？这样啊，咱不玩了，让他们直接亲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亲一个！行，那我行，啥事儿啊？亲一个。这画面好啊！看镜头！哟，爸，干嘛呢？洪建军，你大爷的！我初吻我还没亲上呢。亲啥呀，爸呀？你少喝点吧，意思一下得了啊！你一边去。那郭正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妈不旅游去了吗？他倒潇洒，留着我一个人在这受罪。各位，俗话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今天琪琪的外公范卫国老先生也来到了现场，和我们一起见证琪琪的升学时刻。让我们掌声有请范老先生讲两句，好不好？范叔看这。这儿呢，怎么这干了啊？干了，必须干啊！这个必须干啊！来，我给你倒上，哎呦，谢谢啊！来，我给你码上啊！哎呦，厂长你别顾着我，今天你是主角。老范呐，真是我得感谢你。没有你跟叔父我媳妇儿呢？我俩真是哎，来，静一静啊！这个老范呀，你小子可以啊，娶了咱们厂这个第一女焊工，你厉害呀你！哎，怎么着？今天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经验啊？讲两句。淑芬，媳妇儿呢？看这儿。
这是哪儿啊？郭淑芬，程程，洪少荣，有人吗？郭淑芬，你在哪儿啊？啊？淑芬，淑芬，范卫，没事吧，爸？程程，哦，程程，你妈呢？郭淑芬去哪儿了？那个我媳妇郭淑芬，她去哪儿了呀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媳妇郭淑芬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媳妇郭淑芬，你找什么郭淑芬啊？妈已经走了好几年了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，爸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孩子净胡说！我胡说，是你老年痴呆了，你全忘了。你忘了你是怎么把厨房点着的了？你忘了你大半夜出去，全家人都出去找你了吗？我妈。不会，怎么的？不会，你这胡说八道，没有。爸，妈她担心你，她所以天天的看着你。有一天夜里你跑出去了，妈为了找你，她对爸，你是病了，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很累了。是爸爸不对，是爸爸惹的祸啊，程程，是爸爸不对，爸爸不对。哎呀，你说我这，哎，建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？爸，我是少柔。不是，那个。郭淑芬呐，郭淑芬，你到底到哪儿去了？郭淑芬啊，郭淑芬，我怎么就找不着？郭淑芬呢？爸，郭淑芬到底去哪儿了呀？郭淑芬，郭淑芬，我找郭淑芬，她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我从来见不着郭淑芬，
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找郭。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要找郭淑芬。好，找郭淑芬，我们找郭淑芬，我们找郭淑芬。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淑芬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好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现在阿尔兹海默症整体呈现年轻化，你们做孩子的也要多关注一下，它发展得很快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那医生，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？药物只能延缓，以他现在的情况，居家护理的风险很高。我们建议把他送到专业的医养结合的养老院，那儿有24小时监护，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对老人、对你们家属都是一种帮助。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那谢谢大夫啊。媳妇儿，刚才医生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我觉得咱们可能得现实一点，这不光是为了爸好，也是为了咱们这家。不，你先别着急，你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我实在不行，想什么办法呀？你说是你工作不要了，还是我工作不要了？琪琪学费得交吧，房贷得还吧，爸这一病吃药是不是还得花钱？你再者说了，我妈就在养老院呢，她挺好的，爸为什么就不能去呢？你不是不知道我爸他不愿意去。对，不愿意去，是，所以咱就天天陪着他这么闹啊。洪少柔，能别说了吗？哎，家属，安静一点。这事儿咱俩回家以后再商量。哎呦，爸，您这干嘛呢？干嘛呢，爸？啊，您干嘛呢？我要回家，我回家。行，行，那来我们班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，我会收拾。你别把我当废物好吧？我能收拾，我会。行，哎，你们就等我很快就好。好，您不着急啊，您慢慢弄。慢点呢。嗯。谁喝剩瓶子放里边干什么？给我。哎。那瓶子也别要了吧？爸，这个咱们不往里装了啊！这不往里装了。我装的吗？我放的。不要了。放进来了。哎，对，没事。哎，你别，我自己，不用。哎，这不是咱的，这是医院的衣服，咱不拿了啊。这医院的吗？这不是咱衣服，这不是海军服吗？哎，算了，爸，还是咱们来吧，咱们来。你坐着歇会儿，您歇，我们收拾吧。坐着，您坐着啊，我收拾就行了啊。对，让少柔收吧，少柔家里都是他在弄。老爷，妈妈做了炒鸡。你是谁家小孩啊？老爷，我是琪琪，你不认识我啦？老爷怎么能不认识你呢？老爷就是故意骗你的。你是琪琪，我外孙女。爸，吃饭吧。哦，那我这会儿不饿，我不想吃，我想睡一会儿。你们先吃啊。行，那你就得把药吃了。哦，好，你们吃吧。啊，我睡会儿。好。哎，好。走，欣欣吃饭去。不能忘。
不能忘，不能忘。这郭淑芬，这是程程，琪琪，少柔，郭淑芬，郭淑芬，我老伴儿，程程我女儿，这是琪琪，少柔我女婿，程程我女儿，郭淑芬我老伴儿。不能忘，不能忘，不能忘，不能忘！我一定要记住，我一定能记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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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能记住。那啥，老范，你慢点骑啊！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我这骑的老利索了。走了啊！啊，慢点啊！哎呀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明显没骑利索就带人了。拐了，拐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，大爷，您一位啊？来坐。哦。想吃点什么？我们店里啊，炒鸡是一绝。那就来盘炒鸡。行，等着啊，媳妇儿送点小菜啊。得嘞。哎，大爷，给您先续点水，来喝点水啊，马上就好。哎，小伙子，啊，你是刚成家吧？对呀，我媳妇儿，全场最好的姑娘，我抢来的。胡说什么？大爷别听他胡说。是，你就是最好的姑娘。大爷都看出来了是吧？我一看见你哈，就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了啊。哎呀，有些话哈，我这个过来人想唠叨几句。行，您说。你坐，小伙子。这成了家，就是大人了，心啊得定下来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哎呀，那是个好姑娘，性子直，手脚麻利，是啊，里里外外都能张罗，看着风风火火，心呀特别柔，是也特别累。今后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啊，别跟他吵，也别跟他闹，啊，多让着他点儿，啊，也别光顾自己高兴，你要多看看他。这小两口过日子吧，不光这搭伙吃饭，他要跟你一辈子，那是，你得把他放在心尖上疼啊，要永远记着他，一定记着他啊！行，大爷，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记住了，我一定对他好啊。小炒鸡来了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大爷。啊，好，哎，大爷，您慢吃啊。好。大爷太奇怪了，一直在这夸你，让我对你好。那大爷眼睛多亮啊！我群众基础好。臭美，我进去了啊。大爷，您吃完了？啊，吃完了。那个，我怎么兜里忘放钱了？那个，我们最近在办那个新婚酬宾，您是我们结婚之后的第99个客人，今天这顿饭也不收您钱了。哦。啊，那您下次还得再来哦。啊，一定再来！谢谢你啊！别谢谢，您下次再来就行啊。好。哎，大爷您慢点，我送您。好，送您。哎，不用了。大爷您慢走。哎。
大爷，您没事吧？这天都黑了，您早点回家吧。哦，我来找东西。找东西？您丢什么东西了？要紧吗？一些事情和人。这个怎么会弄丢呢？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日子长，很多事啊不上心，很多话懒得说。到了想说了、想做了，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连他是谁啊？最对不住的人。结婚的时候发誓要让他过好日子。本来啊，我该照顾他，让他过好日子。可是后来我病了呀，我糊涂了，我认不出他，还冲他发脾气。让他没日没夜的照顾我，那么难，那么累。我不但不能替他分担，还成了他最大的累赘，最大的负担。可后来，我全都忘了。范卫，范卫，我从来没觉得这是负担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啊？对不起啊，把你弄丢了。没事儿，忘了也没事儿。我不是还在吗？这些人，这些事儿，包括我，其实啊，都放在这儿了。你保管得很好，啊。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啊。那也没事儿，我就一遍一遍告诉你呗。你忘了我，你对我发脾气，我也知道那不是你本意。你生病了，可是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范卫啊，咱这一辈子也没松开彼此的手，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了。要是我生病了，你也会这么做的，对不？淑芬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程程，是我让你们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，是我把家里搞一团糟，我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要是真能穿越就好了，我还能再见到你。让你离我远点儿，那样，将来你就不能受这么多委屈了。傻话，别说对不起，咱是一家人。
真是我。先报警吧，先报警。行，那我先报警。啊，你到那边去看看吧。行，那我再往那边看看。完了，你慢点，你往那边去啊。往那边看。行，啊，慢点啊。啊。哎，妹妹，请问你们有看到过这个老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再回忆一下呢，你看过这个老人吗？没有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没有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请问你有看到过这个老人吗？没见过。你再回忆一下呢，你有看到过这个老人吗？真没见过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小哥，请问你有看到过这个老人吗？啊，您看人家，不是您好好您看一下。那个。你好好想想，爸还有可能去哪儿啊？我们该找的地方不都找过了吗？我根本找不着我爸。不着急啊，咱再好好找找，没事，肯定能找着啊！不着急，好好想想，再想想。哎，老公啊，我好像知道我爸可能会去哪儿了。想到了？想到了。走。哎呀，你慢点，他这拿不出来。是，慢。哎呀，不着急了。先往前开，然后往右拐。好。我再给你导航。行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千
千万注意安全啊！啊，好，老公，你那边看看去。那你上那边找找去啊！找着给我电话。注意安全，千万别着急啊，媳妇儿。好。范卫国，范卫国，范卫国，范卫国。郭淑芬，你真会赶时候，炒鸡出锅，吃着吃吧啊！别愣着了，赶紧的找个地方坐下啊！哼，傻不拉几的。哎，赶紧尝尝，我刚才说了哈，趁热。尝尝啊！快尝尝，都给你吃，我一口没尝，啊，哎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？好吃。好吃啊？好吃。好吃，那就多吃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淑芬，我都想好了，等以后啊，我有了钱，我就开个炒鸡店。给你一张啊，白吃卡。再尝一个，味道怎么样？啊，特别好吃。哦，好，那多吃啊！哎呀，啊，爸。吃差不多了，咱走吧。建军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厂联谊舞会，淑芬，快赶紧走，淑芬，快！爸，你慢点，不是厂联谊会，您慢点吧。哎呀，爸，爸，你去哪儿啊，爸？爸，你慢点。这次呀，我带你自行车小意思，我早学会了，快上车，要不然来不及了，舞会开始了。哎，来了，爸。哎，坐好了。走吧，范卫。扶好了，来，走。哎，爸，范伟，你要是敢把淑芬摔了，我饶不了你。放心，摔不摔的你都没戏。以后咱俩的孩子就叫程程吧，像橙子一样甜丝丝的。程程，行，听你的。程程，上课累了吧？爸爸特地给你买的雪糕，好吃不？好吃。坐好了啊，爸爸带你飞。程程，专业就选你想的，喜欢就干，别听你妈的，爸支持你。嗯。洪少柔就洪少柔吧，你喜欢就行。他要是欺负你，爸替你揍他。算了，下个不去了。下来吧，范卫啊，来小心点。是。小心。哎呀，有点骑不动了。没事。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范卫啊。你怎么能叫我程永明呢？很不礼貌的，程程。
爸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哦，知错就改，我原谅你了。来，我给你买的雪糕，赶紧吃。谢谢爸。嗯。哎，这怎么都化了？哎，我记得刚才没化呀，我再给你买一根去啊。爸。爸，你要干啥去啊，爸？我干什么去？范卫，走了。我去联谊舞会，郭淑芬，联谊舞会，郭淑芬在那等我呢。我去找郭淑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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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我是范丞丞呀，爸。你叫什么？我是范丞丞。哎呀，这么巧啊！我女儿也叫范丞丞。他很可爱的，哎呦，你跟他长得可像了呀！你们俩还一个名字，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。爸，我就是范丞丞呀！我不是你爸，我不是你爸，你只是跟我女儿重名，你这不能认错人了啊！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哭了呀？爸，我求求你了，别把我们忘了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我求哭了？求你了，爸！别这样！哎，这位同志，别这样！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啊！那你是我爸爸呀，你女儿叫范丞丞，你媳妇儿叫郭淑芬，你不要忘了我们好不好，爸？我求求你了，爸，别忘了我们，别忘了我们，爸。你说的什么呀？我是丞丞啊，爸。我妈是淑芬，我妈是淑芬呀。哦，成，不哭，哎，爸在，不哭，哎呀，不哭，哎呦，爸爸在这儿，好，咱们回家啊，哎呦，成，不哭，哎呀，不哭，孩子，我想好了，去养老院，啊，哎，怎么一眨眼你怎么长这么高了呀？啊？怎么样，爸？住的还好吗？还习惯吗，爸？啊，住着挺好的，妈妈，姥爷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家呀？因为姥爷要去旅行啊，他只是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呢就要坐上时光机，嗖，回到过去旅行去啦。你是谁呀？这是哪儿啊？